万万没想到，清朝人赶集的画面早已被外国人记录了下来。1908年，来自英国的吕华摄影师用他随身携带的摄像机记录了清朝人真实的生活场景。这些来自110年前的影像资料，不仅向我们展示了清朝人的精神面貌，也警示着我们勿忘那段屈辱的历史。一大早，清朝百姓动身进城，他们乘坐人力车或是骡车赶往集市。当时进入北京需穿越厚重的北京城墙，人们在跨入城门后方算进城。来到集市，热闹非凡的面摊充满烟火气息，商贩的叫卖声声声入耳，满族八旗子弟悠然地坐在椅子上享受美食。另一处场景，数量众多的寻常百姓在街市听曲。当年还没有现如今丰富的娱乐活动，人们唯一的爱好便是聚集在一起听曲唠嗑。在人流量不多的地方，一些卖瓷器的老板在此摆摊。当年在此摆摊售卖瓷器的大多为落魄的八旗子弟。随着清朝的日落西山，八旗子弟也只能靠变卖家财来维持生计，所以当年售卖的瓷器全部为真物品，随便拿上一件，放到现如今都是价值不菲。这里是清朝的寺庙，清朝人在此烧香拜佛。透过画面可以看到进香的人络绎不绝。当年的人们思想偏于保守，在遇到困难的事情时，都将希望寄托于神灵，以达到心灵上的慰藉。在一处纺织店里，模样清秀的女性正在刺绣。透过女子的坐姿可以看出，该女子坐姿并不像现如今这样笔直，而是轻微驼背和含胸。当时的社会非常讲究礼仪，视频中的女子之所以这样做，无疑是在向世人宣告，她含胸驼背是为了谦恭有礼。不一会，刺绣便已做好。透过视频可以清晰地看到刺绣精美绝伦。这是当时的灯笼店，两名男子正在手工制作灯笼。他们用竹子做骨架，待到骨架形成灯笼形状后，男子便会用油纸张贴在灯笼的外壳上。这种油纸外表不仅光滑，而且纸张特别薄，光线可以轻松地刺穿纸片射出，从而达到照明效果。在露天的理发店，清朝男子正在理发，托尼老师用锋利的剃刀剃去前额多余的毛发。由于清朝留发不留头政策，故而清朝人理发并不繁琐，但老板为了赚取更多的银两，在理发的基础上进行了额外服务。例如理发后，老板需对顾客的胡子进行修剪，随后还需要进行掏耳服务，最后还要为顾客进行捶背按摩。一个简单的理发就能玩出如此多的花样，因此清朝的理发师在当时绝对吃香。镜头来到另一处集市，这里的人目光呆滞，眼神涣散，看上去毫无精气神。在拥挤的人群中，除了男性之外，只剩下一名身穿旗袍的满族小姑娘。当时满族人无需裹足，而汉人女性自幼便要裹上小脚，故而在公共场合几乎看不见汉族女性的身影。在镜头前，这些落后的清朝人在面对先进的摄像机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木讷和慌张，充分反映了当时身为清朝百姓已经和世界文明严重脱轨。清朝闭关锁国带来的后果，不仅让百姓无知，更是让当时的泱泱大国停滞发展。而腐朽的清王朝最终也在时隔3年后土崩瓦解。